咱台湾向美国军购有25案，其中是有3案交回进度延前，其中66台 F-16V 战机本地明年底进前就爱全部交机，也毋过目前阁还未交，嫌战机顶头的飞弹嘛无法度照时间来交回。咱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，会阁继续催哦，嘛讲美国方面已经成立专案的办公室，大家拢正拍拼，嘛强调讲明年一定会看会到这个武器。 国军装备采购一年前，报告显示，国防部对美军购25案，进度超前的有海马斯稳定精准火力打击系统一案，进度正常21案。因前3项目分别是 AGM-1544飞弹、MK-48重型鱼雷，甲明年底就应该全部交付的66架 F-16V 战机。 今年就已经会完成10架的组装，那还有待测试的过程。那在线的。 连同这10架加起来，总共有50架在线组装，加班赶工的一个阶段。那用2班至20小时在进行，全数完成交运。我们觉得当然有一定的风险跟挑战，但明年一定可以看得到 F-16V 的交运。 国防部表示，美方已经针对这3项成立专案办公室，要尽上大努力。不过，进前遭到质疑的，也有鱼车飞弹、刺针飞弹，煞无列伫国防部的报告项目。郭立雄解释，甲美方签约发起所时间，拢要伫交运时间点进行无延前。也透露，买500粒刺针飞弹增加到2611粒，才回归今年第4季中得到第一批。 鱼叉飞弹当初要建案的时候是用战备急需建案的，本来是5年的期程，现在变成10年。刚刚听到报告的时候，好像变成12年了。你通通把它往后延，当然进度正常。我们找各种理由，帮所有的厂商去解套，而且还不断的付钱。另外，伫这片的458项相关案内底，2案进度落伫后边都包含各界关心的国造舰南海群号，因为迟迟无海运，确定今年无法度完成。虽然每日对台船发19班，不过也被质疑出海伤过轻。首艘这个海空舰的一个建造，我想我在这里还是要肯定台船跟海军的一个辛劳。技法它是一个督促其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合约的一个手段，所以技法本身并不是目的。我想建造完成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。 国防部长因为总统热清调承诺，伫2030年进行达到 GDP 的5%。郭立雄表示，会照地震威胁、防卫战略、建军备战的需求来编列相关项目，也毋那是装备，也有训练、变装等方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